头起先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嘉义县的太保，昨暗6点外发生规模4.6的地震。嘉义县市上大的震度有4级，这深度是敢若14公里尔，属于真浅层的地震。加在并无传出任何灾情，也毋过学者是表示讲，当地真少出现这么强的地震，所以会进一步去观察。地震发生的时阵，嘉义县太保市一间卖场监视器画面录得有情形，货架顶悬的物件因为地震咧摇。截至暗时6点10分，发生规模4.6地震，震央就伫嘉义太保。伫震央的卖场员工直接感受地震咧摇，好卡在整体时间都停落来。当下我们觉得本来要跑了，就还是它就停下来，我们就觉得应该没有再那么大力了。差不多有几秒钟。大概5秒左右。中央气象署报告显示，震央伫嘉义县政府东北边1.2公里的太保市，深度只有14公里，属于极浅层地震。嘉义县太保市、甲嘉义市、甲云林县瑞纳乡震度拢有4级。因为去年9月，嘉义也发生规模5.5的地震，造成卖场、油品落甲柜头卡。这摆地震进程已经加强措施。上次防震就是没有加这个隔板，所以很容易东西倒下来。这次我们地震所以有加强，怕每次地震都会倒下来，所以我们加强了这个透明很感，让东西比较不会整个倒下来。学者表示，嘉义平原区有向西传地震带，这摆地震深度14公里是常常看到，不过已经大部分是小地震，强度并不强。这摆上大震度有4级，都要注意，会进一步甲进行的相关地震会议讨论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